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6月7日 AM 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来关心的，就是今仔是5日节连假上尾天，也毋过伫咧高雄所发生2件赌水的意外。伫咧家庭是一个70岁阿公去寻鱼尾仔时跌落去水里，结果送病院是救无回来。另外呢，是一个伫咧基丁海墘啊出泳的民众，毋知影啥物原因赌水，送病院嘛是共款未呼救啊。 一寡人警觉渡水民众刚上软桥床边仔有人一直伫家做急救，所来紧送上救护车赶往病院。初一早起10点外，高雄基丁三路海边传出渡水意外，现场的民众赶紧通报警消协助来救人。许男跟他的3、4名友人一起过来其这边冲浪，那发生后是有人将其合力救案，那由119消防接力持续进行 CPR 抢救。 后送往医院救治。警消甲民众到顶甲渡水的30岁4口的查甫人救上花急救，不过伊伫送病院进前已经无喘气心跳啊。经过病院急救，医院宣告不治。警方初步了解，这4口的查甫人是甲朋友到基丁冲泳，也毋过过程中不明原因无适宜渡水。另外，伫高雄嘉定区也有人渡水。70岁姓陈的民众早时去寻家己厝内底的鱼池仔时，敢若是无适宜摔落去池仔内底。 厝内底人伫10点外发现了后，赶紧送病院，最后也是抢救无效。另外，南投日月潭5日水即天也发生渡水意外，一个工人伫头城水库渡草时无适宜摔落去水库，唱水人员甲工人救上岸时已经无性命迹象了。 我们消防队同仁就是有对他马上做 CPR AED 的处置，那因为他家属在旁边做，就是可能潜下去的时间已经有点久了，他就放弃急救这样。 警消讲，这个工人5月31早起伫日月潭头城水库正边的大路内渡草，可能因为是边坡伤惊，无适宜摔落去水库。消防队到现场来救人，不过因为水下能见度无好，唱水队头一摆找人的时阵无发现。迄天早起11点半进行第2摆找的时阵，才找到这个渡水的工人。唱水队员随即甲工人救上岸来进行急救。家属最后表示无愿意急救啊，也拒绝送病院。记者综合报道。 好在5日节连假呢，真侪人拢会驶车出去外口佚佗，也毋过所有民众伫国道1号落南的秀水的这路段呢，发现有一台乌多拜是马顺啊2个人相载，而且佫徛正向，真侪人拢好惊一条。后来这警察赶到现场的时阵，人已经走去，即马后手是会调监视器来甲伊开发。 5日节透早高速公路车流也正顺，车速无慢，民众开车经国道1号路南202公里秀水路段时阵，向看到正边头前竟然出现一台颠倒向的机车，是一个阿嬷骑车，后壁搁载一个查甫囡仔。头前的货车看这情形紧闪，因为这个路段无路径，所以真危险。国道警察局接到报案，遂赶到现场。接获民众报案称，于国道1号南向206公里有一部机车 误闯国道逆向行驶，本大队立即派遣园林分队前往处理。警方缇违时间是早起晚近9点，不过警方赶到现场时阵，已经无看到这台机车。后续还有接到民众汇报，讲这台载人的机车已经落彰化交流道，转到一般的平面道路。不过这个阿嬷到底是为倒有起来，是安怎会骑机车反向上国道，目前也无度知影。不过民众看到这种画面，拢感觉真危险。 足恐怖咧！万鬼啊，都无注意，咱无去注意头前时阵就去弄着。呼吁用路人注意高速公路匝道路口相关指示及禁止标志，切勿误闯高速公路。警方表示，后续会调阅监视器对查车籍资料，并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4项规范，一旦罚驾驶3000块以上6000块以下罚款。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来看高雄，今仔日透早呢是来发生一件死亡车祸，这是2个菲律宾来的查甫大学生，因是骑乌多拜小载去基丁要佚佗，也毋过煞家己去弄人行道，而且2个人拢过身去啊。这事故的原因是犹搁咧调查，毋过嘛因为这2个拢是共一间科技大学的学生，所以即马校方已经通知因的家属要来处理后手的代志。 监视画面当中，乌色机车为北向南骑来，弯弯的时阵直接弄到人行道。高雄2个19岁菲律宾籍大学生，拜6礼拜相载来基丁耍，初一天要讲煞伫基丁3路自弄。不明原因自撞路边，后座苏男当场死亡。欧男经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警方依规定完成测绘，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
全案将报请高雄地检署检察官相验。事故现场都有火接甲摔歹去的安全帽，车祸造成2个外籍学生死亡。因为车祸路段挖路口有一个挖弯，当地居民表示，过去有不少对路况无熟的游客，因为车速过紧，未赴挖弯自弄。车速过快，因为这稍微有一点转弯啦，转了，哇，一年好几次。林行道边有几拿抓机车自动流落来的粗痕，但道路边拢有设置减速相关的提醒标识，车祸也是一直发生，嘛互当地人真困扰。取消一些停车格。第二，地上已经画慢跟反光贴纸都已经做了，里长跟市议员他们都已经来这边会勘很多次，跟交通部。但是还是一样常常车祸。根据了解，2个外籍查甫学生是高雄一间私立科技大学资工系大一学生。面对学生的事故，校方表示已经请相关单位通知家长，并会对班级做心理咨询，嘛会协助家属处理后续的代志。公司新闻陈华武、陈显坤高雄报道。新北市三峡的车祸是造成4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这肇事的驾驶嘛，伫咧昨过星期啊，即马刑事调查的部分呢，是会甲资料送去到地检署。律师表示讲，因为无事主的口径，所以是无通去判断到底是刁工也是过失。也那这假口押的部分呢，目前是已经裁准啦，敢若4个人提出申请。三峡车祸，甲人弄到的驾驶，即马宣告死亡。在刑事侦办的方面，检方敢会当不起诉。目前警方持续咧调查，为现有的事情来理清车祸的原因。在侦查完成了后，会将相关的资料函上地检署。警察跟检察官还是会做出一个肇事责任的判断，所以说还是会影响到民事的部分。那用这个肇事责任就会去影响到民事赔偿的部分，要赔偿多少钱？这个已经白死姓余的老阿伯，案发了后拢伫咧治疗，无做笔录。有律师分析，检关键的强词，行为的主动时是挑工的，也是过失，会变甲更较恶认定。嘛，看咧后续的民事求偿，就算环保协会已经得到法院裁准这项假口押，不过专案受牵连的14个人，环保协会敢若协助4个受害者甲家属提出申请。我们善保的服务对象只有到死亡跟重伤而已，所以当时我们就是以这4位他们的损害是多少下去写。动产因为有范围嘛，那就会有影响。规个案件嘛引起社会关注。案发现场学校附近的交通安全，目前已经增设相关的标志甲标线，未来嘛会新增加减速的装置，加进行道的栏杆。虽然路权团体是表示肯定，也是有讲出无够周知的所在。那你如果只是单纯做一个标线的话，它并没有办法造成对于驾驶人有一个警示的效果。你可能透过实体的，比如说改变路型这种的方式，去让那个行人能够获得更好的保护。路权团体建议，现场路型的设计都要改善，互驾驶赛车都要自然减速。另外嘛，呼吁都要强化驾驶赛车骑车的观念，若无适合赛车的，都要淘汰。公司新闻新北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看这以哈冲突谈判的进度。即马美国中东的特使是提出上新的停火的方案，包括着暂时停火60天，也阁有交换人质。月经表示讲，这以色列呢已经同意，也毋过呢，这哈马斯所来讲，希望美国会当阁再来调整内容。除了永久停火以外，阁爱互以色列永远来退出加沙。针对这份要求，美国是讲无法度接受。以哈战火持续超过600天，美国白宫表示，以色列已经同意由美国中东特使为科夫提出上新的停火协议，内容包含暂时停火至少60天。哈马斯以28个人质交换超过1200个巴勒斯坦犯人，并运转人道救援物资大量进入加沙走廊。不过第30日，哈马斯回应，虽然对提案正面看待，不过这架构拢是以色列讲的，希望美国会当小可修改内容，保证会当永久停火，加以色列全面为加沙撤军。对于哈马斯的要求，魏科夫伫社群平台表示完全无法度接受，而且敢若会互谈判倒退。不过，美国总统川普也是表达乐观，认为有机会达成新的停火协议。They're very close to an agreement on Gaza, and we'll let you know about it during the day or maybe tomorrow, and we have a chance of that. 另外，31共一天，大阵以色列民众上街头抗议，呼吁纳坦雅胡紧签停火协议，互战争结束，确保互人扣押伫加沙的人质赶紧释放，安全返厝。This is the only way. A deal
sign a deal, bring here a peace, whatever. You find a way and bring hostages back, all of them. I say that Israel is now a complete copy of what happened in Germany and the atrocity and the genocide that Israel is doing in Gaza. 一个无愿意徛名的外交官表示，对于新的停火方案，哈马斯起先是积极回应，嘛表示愿意释放10个也活掉的人质，并表示会行18区人质为体，啊，毋过事后煞反起反倒。只不过哈马斯好人拒绝提案，讲是以色列的回应真啊无共。对于协议条件讲袂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嘛发声明，除了指责哈马斯拒绝临时停火方案，嘛搁再声明会持续对哈马斯采取军事行动，一直甲打败哈马斯，甲人质拢带倒转来。公司新闻深入背编译。再来看美国的好野人马斯克，伊是甲效率部的这部辞掉。根据了解呢，伊伫洗头路进前，其实是无甲总统 Trump 来正式沟通过。虽然讲这个效率部即马又是会继续留调咧，也毋过前员讲是讲呢，真侪人就是为着马斯克才来到遮上班。即马伊辞职啊，在效率部有可能嘛会随时倒去。Thank you, Elon. Thank you. Take care. 美国总统川普伫好野人马斯克任职所谓的政府效率部的上尾一天，伊送伊一支白宫的金锁匙，抑阁一直讹到马斯克，讲伊是真了不起的人。毋过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马斯克是雄雄辞职的。伊伫 X 平台宣布离职进程，并无甲川普正式讲过，敢若讲伊的离开是高层的决定。因为伫这进程，白宫的官员捌甲马斯克批评减税法案的言论，互伊是感觉真生气。也若特斯拉的股东嘛甲马斯克施压，要求伊要保证，逐礼拜至少爱开40点钟替特斯拉做工课。毋过嘛有人讲马斯克会离开，是因为美国政治的现实层面对伊来讲伤恶掌握。Many of the Doge people, Elon, are staying behind too, so they're not leaving. And Elon's really not leaving. He's going to be back and forth, I think. I have a feeling. It's his baby, and I think he's going to be doing a lot of things. 川普讲马斯克人无伫遮，毋过心会伫哩。不过有一个政府效率部进前的员工，5月册封洗头路了后，伊讲真侪员工是因为马斯克才会来遮食头路。马斯克离开了后，伊相信真侪员工都袂阁去遐上班啊。这甲干那经营4个月就倒去的新创公司共款。真紧就倒弹。I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be a friend and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 continuing to support the Doge team, and we are relentlessly pursuing $8 trillion in waste and fraud reductions, which will benefit the American taxpayer. 马斯克甲政府效率部接起来以来，伊捌讲这就袂输是已经行2500年的不够共款遐尔新鲜。毋过这份头路敢若延迟4个月。根据路透社为美国财政部逐工政府支出的报告分析，甲去年来比，政府效率部台预算敢若台差不多190亿个美金，差不多5673亿个台票。这个数字比马斯克原底设定的2条的美金，差不多60条台票的目标是减真济，敢若占联邦总支出的0.5%。公司新闻新录会编译。有国军呢是涉嫌虐待猫仔致死，而且呢，伊佫甲即个过程甲翕落来，佫传去伫网络顶头。警方是来找到即个男性，虽然讲伊有生灵虐待，也毋过煞讲这猫仔呢是车祸死亡，毋是互伊从事的。落尾这警方也是照违反动保法，甲伊移送侦办。甲猫仔的头饲伫壁顶，甚至甲电按棍啊！这个姓林的查甫人，甚至还佫甲过程翕起来，铺伫网络顶。有网友转传影片，甲虐待猫仔的事件公开，而且讲这只猫仔现处是已经死亡啊！新北市动保处接到通报，甲警方做伙去这个查甫人因兜查访，煞拢无人出来开门，因为这个涉案的查甫人有现役军人的身份，就其尾伫营区外口，甲人带转去侦讯。本部林姓役男休假期间，以涉犯动物保护法，经警方通知理由，干部陪同配合接受调查，若查证属实，依法严惩。这个查甫人5月31退伍，访讯问的时阵，伊便讲，因为猫仔破坏厝内的物件，甲走动的时阵手脚绕着伤，才会失去控制，甲猫仔苦毒。还佫讲，这只猫仔伫今年2月份因为车祸撞到死亡，毋是去互虐待死亡的。毋过苦毒甲散布影片的行为，拢违反动保法。这个查甫人要是互函送地检署侦办。虐待动物致死，已违反动保法第25条，科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金。
因为这个查甫人厝内还佫有另外饲一只猫仔，亲人嘛有饲一只狗仔。经过沟通了后，这两只动物拢送交动保处收容。因为真正传出有人虐待动物，还佫翕做影片铺上网的情形，动保团体认为讲，无排除有的人是想要摕来电，而且无把动物的性命当作是一回事。有一些人可能会就存在着炫耀的心理，然后他也觉得可能虐待动物不是一件什么太大的事，被骂了、被发现了，然后可能就是再道个歉，就是他们其实不会把小动物的生命当作是一回事。动保团体认为讲，要阻挡虐待动物，教育是真重要，会当从细汉就开始建立观念，无介意动物无要紧，不过唔通甲因伤害，嘛希望虐待动物的刑责爱加较重咧，才会当达到主动的效果。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咱来关心的是，新北市新增有一搭徛间的这天棚是熊绑落来，有一对10多岁的兄妹仔，昨因为安尼来着伤，因的妈妈甲厝头家反映，才知影讲原来就是去睡着海沙厝。其实根据了解呢，这栋厝早就已经申请自办都经买登记啊，第一届审期去年底有通过，也毋过即马煞因为资金的问题，互中建案规个冻点。一开始先听到砰的一声，然后最后以为就是单纯撞到东西，然后最后就掉下来了。回来就是莫名感觉那个地方是不是又要掉东西？想到前一天，伊原感觉会惊，倒伫眠床休困，天崩熊落落来，加10多岁兄妹仔得着伤，互老母是真唔甘。我也不知道这里有所谓的都更的问题，什么海沙论，那全部都不知道，都是昨天事情发生之后，然后我们这一些租客才知道。经消息报了，甲囡仔送病院，头壳肿起来，脚骨碎着伤。代志发生伫新北市新庄5月31日下晡3点外，徛过阿门头熊落落来，甲厝头家反映了后，才发现去租着海沙厝。海沙屋状况应该在10-20年前，应该就住户有多多少少会知道了。自己住的屋子如果有状况，就当然会找水电师傅嘛。基本上我们就是自立自建嘛，因为是海沙屋，只要1/2同意，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审议。幸福路这社区总共66户的住户，107年互认定海沙厝了后，多数人同意都经，早对108年就报销申请重建。也毋过新北市相关局处敢若是第一阶段审查，就到去年底才通过。都经处说明，上大原因就是摕伫这资金。同意户在实质面对到真的要去签抵押的时候，他还是会有抵押品的价值不足等等的这样课题。但是因为还是有找到了建设公司来协助他们补足这些资金不足的部分。所以你们不太想要都更是不是？对，我不要。我的家里看很漂亮啊，没有怎么样啊。大有10多户无愿意都经，一来是家己厝内底状况也无啥物问题，有人是烦恼讲有小大的问题。也毋过即阵互通知，若是要搬离开，会面临这个裁罚。我们是有发文要求他们要搬迁不然会处罚啦哈。可是目前社区这边还是有声音是说他们搬迁上会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们还在研议中。根据市府的统计，新北市海沙厝合并案件总计已经有150案，到即阵已经停用23案。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邀请学生来分享对校园手机管理草案的意见。其实真侪人拢真关注这手机若准集中管理，安尼责任到底要算啥物人的？有的人甚至是认为讲，若准要方便找资料，安尼手机就无应该互学校甲收去。教育部是表示讲，会听学生的意见，做回来做参考。学生要民主，草案要退回。话口号认为教育部有过草案应该爱退回，因为学生用网络调调因素。教育部进前有过修正高中以下学生揸手机来到学校的管理员接草案，引发学生热烈的讨论。教育部利用5日做年假举行座谈会，邀请学生来讲对相关管理员这个看法。有学生是特别准备抗议的手帮，希望教育部听一下学生的心声。完全不要有任何的管理，就是手机让学生自己去自律的去学习，自律的去使用，那也去培养这样的一个自律的习惯。那未来进到大学，甚至出社会之后，这对学生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会用手机把笔记内容拍起来，那下课继续抄写。其实我觉得这个制度出来之后，对我们上课的时候的一些那个参与的那个权益也是有损害的。学生团体认为，教育部应该将相关的处罚的做法先定一个版本，让学生、学校也佮家长来讨论。
惩处的部分可以先有一个明确化的一个原则出来，然后可以开放给所有学生去共商讨论。那各校的管理规定其实也应该要包含说，它的惩处原则需要经过学生一起来协商。我来是想啊，整个国教我们来好好听一下，以后要执行嘛，包含各县市啊，所以我们来一方面充分掌握学生的意见，二方面未来执行怎么样比较容易落实。由这场座谈会开放120位学生入场，和至少有登记发言的前45人讲一下家己意见。教育部讲会听取学生意见，加做推动甲修改重要参考依据。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的大拿这个所在有600多公顷的竹仔园，就是乌壳绿竹笋的大产地。当地农民呢，其实每3冬就要来清理一摆环境，才有通维持遮的笋仔的品质，也有产量。因来遮清出来的品质，其实也有真大的路用。废弃的竹仔经过机械破碎处理了后，出来后门也当摕来种植菇类、模拟等等。嘛会当当作生殖燃料，未来这个所在要将这废弃竹仔重新搁利用的加工场。这个废竹材当作变成未来的绿金，让作为未来的一些包括我们的能源棒、能量棒，还有一些等等这些绿能的运用也好，这个都是对我们环境永续的一个推动方式。嘉义县政府伫6年前就配合大拿的笋农，要来解决废弃竹仔的问题。因为笋农每3冬都要清一摆竹仔园，来维持笋仔的品质。即卖因透过这款循环经济的方式，一年唔但会当生产2万吨的竹仔麸，嘛解决处理废弃竹仔造成的污染。那这个菇类呢，吃完这些竹屑之后呢，它的产量是提升的，而且呢，它可以加速我们的生长周期，就是缩短我们生长周期以外呢，我们的 A 级品也增加了。那我们一年呢，目前的话，我们是持续收购竹屑的哦，就是持续使用之后，我们一年最少也可以吃2000吨以上。我们再回来再利用。可以减少焚烧的问题啊。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个资材可以再利用，循环再利用。嘉义县的大拿镇是乌壳竹仔的产地，透过农粮署、林业署甲工研院的合作，大拿镇要打造废弃竹仔再利用的基地，唔但解决地方长久以来环境的问题，嘛要替废弃的竹仔找到再利用的空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载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不理在，朝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9度到35度，中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26度到33度。东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外岛地区25度到33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 AM 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